这是哪儿啊？上班摸鱼，下班躺平，就是你这样的人在毁灭世界。挺特别的我。你现在有一个机会，可以在24天之内达到人生巅峰。脱口秀，笑声是可以通过计算得来的，效果就是数学。听懂掌声。你确定我要跟他学脱口秀？ Be yourself。你心中北京是个戈壁滩吗？全靠你空投物资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周浩。我变强了吗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脱口秀第一人。他咋讲你段子？你想要段子你自己写去啊，抄别人的干嘛呀？一只鸡20天都没有出栏呢，你就想红？来劲啊！脱口秀演员就这样，找梗跟狗找骨头似的。我做错了什么？让你这样当众羞辱我？那你怎么不找啊？我主攻谐音梗，